歡迎繼續收睇藝方星期天。漫畫家咧可以天馬行空，創造唔同嘅世界、唔同嘅人物角色，遊歷宇宙各處，甚至係幻想空間。咁但係咧，香港藝術中心現正舉行嘅展覽咧，就俾我哋睇到一眾漫畫家點樣表達佢哋對香港嘅情懷。叮當呢個靈感來源其實係有少少係嚟自我一個長輩。因為佢嗰陣時問我做聖行，咁我就話啊，我係做動漫嘅。咁佢話係咪即係畫叮當嗰啲？咁佢其實有啲鄉音啊。咁我就聽錯咗，係喎，呢個癲字幾得意喎。咁就不如就話癲咗啦咁樣樣。本地動漫藝術家陳宇峰同埋佢嘅公司貓室喺09年創作咗卡通貓叮當。嗰陣時香港正經歷經濟倒退。叮當最初係一本周刊連載，非常受讀者歡迎。及後貓室喺2010年創作咗動畫版叮當，於同年贏得日本 Asiagraph 評審大獎。哇，最忙係你啊！目前叮當動畫同埋原稿正喺香港藝術中心舉辦嘅動漫都市展覽入面展出。叮當係一隻貓，咁其實係喺應該係2年前執翻嚟嘅一隻貓，係好樂觀嘅一隻貓。咁2年前係啱啱正值嗰陣時，應該冇記錯係金融海嘯。咦，原來我哋人類經濟嘅問題對動物係冇影響嘅。於是我哋就諗啊，不如將呢隻貓擬人化，就講佢係好似人咁嘅都市人嚟嘅，就癲咗嚇。咁就但係又有一個好樂觀嘅性格嘅。有別於哆啦 A 夢，叮當冇法寶，佢用自己嘅創意幫主人解決問題。冇錢啊，點算啊？咁啊，叮當我哋隻貓就會去教佢。咁當然佢唔係有法寶嘅，佢係真係 DIY， 好似我哋創作人咁樣樣。陳宇峰話：佢好欣賞呢一次展覽，因為好少有展覽咁認真咁樣推廣本地動畫同埋漫畫。而家見到嘅唔同嘅作品咧，其實裏邊都會有啲係同城市有關。可能佢哋喺做佢創作嘅時候，可能佢咁多嘅唔同嘅漫畫作品裏邊都有提及過城市啦，或者裏邊有啲佢平時發生過嘅日常嘅瑣事啊，或者引發到佢啟迪到佢一啲諗法嘅意思嘅嘢咧，佢都擺咗喺佢哋嘅創作裏邊。譬如話畫翻香港嘅一啲街景啦，一啲特別嘅建築物啦，或者佢哋生活裏邊嘅一啲活動啦，甚至係一啲場所，佢呢個位置都會喺佢啲作品裏邊會見得到。動漫都市展覽為明年正式開幕嘅動漫基地揭開序幕。近年較早前，市區重建局授權香港藝術中心使用2座位於灣仔茂羅街同埋巴路士街之間嘅2級歷史建築5年，場地會用嚟推廣香港同埋海外漫畫同埋動畫嘅創作。其實佢會係比較理想嘅，因為灣仔區咧其實好多動漫嘅空間嘅，譬如話東方188商場啦，裏邊已經好多動漫嘅店鋪啦。咁其實好多香港嘅一啲漫畫家咧，譬如話黃玉郎啦、小黑啦、江記啦，其實佢哋個工作室都曾經喺灣仔呢度做過。呢個我嚟嘅，我記錄咗剛才我行過嚟藝術中心嗰個狀態。因為佢封路啊，所以有啲泥巴喺啲欄呢度，咁之後兜路真係好曬，所以個太陽都冚過咗我個面。筆名李香蘭嘅插畫師梁曉文嚟自沙田禾輋村。09年佢出版咗《上下禾輋》，收錄咗佢喺村入面遇見嘅人嘅畫像。梁曉文形容自己係一個謙虛直接嘅人。喺今年書展入面，佢會推出新書《尋人啟事》。我好中意觀察人，係啊，好有趣佢哋，係因為一個城市要有人先有生氣啊，係，所以人好重要，係啊。咁而且做呢一本書去令被訪者啦，都同樣覺得自己好重要。梁曉文嘅插畫以及動漫都市其他20多位藝術家嘅作品，正喺香港藝術中心實驗畫廊展出，直至5月25日。